飞起来喽！在草原上就是这样的，飞哟！大秦功臣以魏冉、米荣、白起为首，勤劳国家，功德茂盛。特封魏冉为穰侯，米荣为华阳君，白起为武安君，公子嬴福志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特封为晋阳君。臣谢太后大王隆恩。免礼。虎爷，刚才看到了吗？我儿子多有出息。你怎么不高兴？那是秦国的分封，跟义渠没什么干系。怎么没干系？魏冉、米荣、白起是谁？我七弟。嬴福又是谁？我儿子。大王，那魏冉、米荣和白起是秦国的战将，不是咱们义渠的战将啊。那又如何呀？如今我义渠已经归顺秦国了，还分什么义渠秦国的？哼！可大王，你儿子姓嬴，不姓翟。你说的这话我不知道吗？大王，太后是大王的女人，那也就是咱们义渠的女人呐。可她心里装的都是大秦的江山社稷，哪里有一分一毫是给咱们义渠的？够了！你还想让太后给你什么？你不是已经做了上将军？上将军，既然是分封，那也该有我们义渠兄弟们的份儿。就算我当上了上将军，那其他兄弟们呢？咱们义渠的兄弟们也该在草原之外的地方也分个什么侯啊、君啊当的。凭什么他？大王，大王，雍大人，司马将军，在下有话。将军但说无妨。今日分封之事，只怕诸臣心中会有所不满啊。将军说的是公子服，他毕竟是太后的亲生儿子。大殿之上还有很多有功之臣，公子服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寸功未立，太后却封他为君，居然与战功赫赫的白起等人并称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将军当知道，这晋阳君之位并非太后私心自用。这些年，义渠君及其手下立了大功，但义渠人只会打天下，不懂得管天下。太后不能分封他们，只好转封小公子。一来为小公子亮于人前证明身份，二来也是安抚义渠君之心呐。怎么说来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当初太后对义渠人如此看重，是因为他们为大王登基及平定诸公子之乱立了大功。后来凭借义渠人之手，大清建立起一支骁勇善战的无敌铁骑。如今，在这支铁骑当中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是义渠人，多少是秦人。太后这么做，也是为了大秦的江山呐。
回来了，快把衣服拿过来。瑶儿，你马上就要临产了，怎么还动来动去的？应该多休息。瑶儿请大王更衣，太后说了，要在交房殿举行家宴，让大王过去。家宴？什么家宴？义渠君回来了，太后说大家许久不见了，应该聚一聚。寡人不去。寡人会差人禀报母后，就说寡人身子略感不适。大王真的是身子不适吗？实话讲，只要与那一群人共处一室，寡人浑身上下哪儿都不是。太后请大王过去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撮合大王与义渠君，更多的是兄弟之情和母子情缘呀。大王，你还是过去吧。走喽，飞了！福儿，飞起来喽！在草原上就是这样的，飞哟！臣弟见过王兄。母后，坐。小子，你还是跟你的福弟坐下面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母亲的身边自然是我的位置。母后，继儿，今日是家宴，不必拘礼。我和义渠君已许久不见，有些话要对他说。你和福儿先述述兄弟情也好。奏乐，献舞。今日大家可放纵些，多喝些酒。鱼儿，我们共饮此杯。王兄，福儿敬你一杯。福弟，你年纪还小，少喝些酒才对。谢王兄关心，福儿记住了。哎呀，鱼儿，来尝尝这鹿肉。怎样？肉质鲜嫩，果然不错。继儿，母亲敬你一杯。义渠君，尝尝这果子甜不甜？甜。义渠君，寡人敬你一杯。来。继儿，母后，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王后了，她可好？多谢母后挂念。
楚王关押在咸阳郊外，毕竟父女一场，他心里一定忐忑不安。瑶儿识得大体，从未提及过此事。王后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方才酒席间，继儿做得很好，王者胸怀气度，母亲欣慰。孩儿不明白母亲什么意思。义渠君生在草原，长在草原，不太懂得礼数，不必放在心上。他不懂礼数。当年他也曾面见过父王，难道父王在时，他也敢这样对待他？继儿，我大秦今日，有何理由要一个大王看戎狄人的脸色？我们是亏欠了恩义，还是逊色了武力？若是亏欠了恩义，这些年给义渠人的优容，大量的军械、财物、粮食，已经足以偿还了。他若还嫌少，寡人可以再给他几座城池吗？若是逊色了武力，那我们也不必再去伐楚、征东了。先把这卧榻上的戎狄给解决了才是。继儿，义渠君虽然礼仪有失，但他对我秦国，无论是过去、当下还是来日，都是极大的援助。你怎么可以为了一时之气，有这种自毁栋梁的想法？若是这栋梁妨碍了我们的腿脚，那就是放错了地方，让我们画地自求了。继儿，你喝多了。君王需要的是制怒、慎独。等你明日清醒了，再来同我说话。